大家好，我係 Shoki 啊。今集繼續講歷史人物嘅名，我舉咗呢度8個例子出嚟啊，大家睇睇。好，逐個講咯喎。第一位係唐代嘅詩人，唔係讀李根，唔係讀李欣，呢個字係讀奇啊。K 奇奇奇第四聲，奇怪嘅奇啊。李颀，李颀。好，第二位呢個姓又係讀奇嘅，奇無潛，奇無潛啊。唐朝山水田園詩派詩人啊。好，第三位韓宏，嗡嗡嗡嗡第四聲，韓宏啊，唔係讀語，韓宏啊，唐朝詩人。好，下一位呢個字比較特別喎，讀乜嘢啊？係讀慎重嘅慎啊，申審慎神審慎第六聲，劉慎虛，劉慎虛，唐朝著名詩人啊。好，呢一位係晚唐大臣詩人，唔係韓屋，係握手嘅握，第七聲，韓握，韓握。好啦，趙乜嘢啊？唔係趙古，係趙賈，加賈第二聲，趙賈，又係唐朝詩人啊。潘朗，啷啷啷啷啷第五聲，潘朗啊，宋初著名隱士、文人、詞人。好，最後一位咯喎。王禹偁，王禹偁，北宋詩人、散文家、大臣。好，暫時講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分享頻道喎。唔該，拜拜。